夫君的玉佩，怡儿将永身相随。怡儿与我心心相印，此情永朝，日月可见。让开！不要开！让开！监听之报！监听之报！监听之报！蜀地情形紧急，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嬴焕，自立为王。臣请大王早做主张。陈庄谋反，你们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诸讨征伐，当目光在天下诸国。蜀道难行，从来是易守难攻。上次若不是巧取，恐怕也是劳师远征而难有所获。蜀地山高水遠，赋税难征，民心刁钻多变。父王，右相说得对，我大秦着眼于天下争霸，若与小小蜀地反复纠纏，岂不轻重倒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得蜀失蜀，若不能尽早收复，会让我们征服的其他城邦有先例可循。如此一来，后患无窮。司马将軍說得好，此番伐蜀與上次截然不同。如今我們已經佔有巴郡和漢中，可以對蜀中形成倒逼之勢。莫不如趁陳莊剛剛篡位，立足未穩，迎頭猛擊，收復失地。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没事，让他继續說。此次蜀地失守，不僅是因為巴蜀情形複雜，還因為鎮守巴蜀的公子煥無人輔佐，一意孤行。如果此次能夠選拔出周圍有人輔佐的公子前去，定會再無後患。臣以為張子所言甚是。唐姐姐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你要節哀啊！是啊，不要過度悲傷，要保重身子。唐夫人，別太傷心了，當心哭壞了身子。是啊。前一陣子還好好的，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故？姐姐要保重身子。聽說那陳莊原是蜀地舊族，因為貪圖小利，背叛了原來的蜀王，投向秦軍。大王為大局着想和穩定人心，認他為相。公子煥年輕任性，喜好奉承，輕信陳莊唆擺，不但事實教育陳莊，還與司馬錯將軍發生了爭執，又向大王上書誣告，氣得司馬錯將軍帶着魏冉回京自證清白。這下正好讓陳莊抓住了機會，得以謀反。當日我還為唐夫人高興，在幾個公子當中，蜀公子煥的封地最大，真是福兮禍兮啊！此刻想想，幸而當日大王沒有分封通兒，要不然誰知這樣的禍事會不會落到我頭上？真是可憐唐夫人了。是啊，這麼說，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驥，讓羋月與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張儀那番話，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薦公子驥，而司馬錯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羋月與公子驥可是大王的心頭肉，大王不會捨得。很難說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給公子驥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後，若公子當還沒被立為太子，將公子驥分封出去，可為權宜之計。但公子當已經被立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豐。司馬錯他們若能夠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驥弄到那兒去，天高地遠，隨隨便便就可以形成國中之國，與太子對抗。那可怎麼辦啊？
此事的確兩難。往後，微臣還聽到一些傳言，說大王近日身子每況愈下，不就是咳疾嗎？这些年來，大王過於操勞，內裡的底子已經被掏空了。大王若有差池，王後該早做準備啊。芈八子芈月為公子嬴稷之母，輔佐秦王嬴驷10有餘年，節制謹度，莽而不義。封公子嬴稷為蜀侯，芈八子亦可隨其入蜀以助之。大王，你要注意身子。寡人的身子自己有数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把这个先收起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走了。大王，来，坐这儿来。谢大王。这些日子总听见大王咳嗽，今日得空，我熬了一些贝母百合粥，大王试着吃吃，或许能见效。你熬的粥，定比太医院的药汤子管用。寡人咳嗽，挂心了。若有一日，寡人没有你在身边，可怎么是好？大王说笑。芈月是大王的人，能去哪儿呢？寡人想让你留